在个新闻要带咱乡亲来去中华游览，一府二鹿三艋舺，大家拢听过，不过一花二社三英情，可能敢若中华人知影。这是5060年代加工业真发达的时，中华乡镇闹热的状况。其中这个一花讲的就是花坛。当时这个5行业呢发展得真紧，这街路四界拢总是一寡店面，尤其是真个酒家，连这个小小的理发店拢爱请5以上的助手。即马就带咱乡亲来去花坛老街行一转。开业将近40年的理发厅，即马拢无人客啊，剩头家甲头家娘2个老大人伫顾店。不过伫5060年代，中华花坛经济起飞时，店内一摆是请5、6个助手。即马哪有？即马无。即马逐工拢无咧请人啊，哪有？做拖啊，足济啊。嘿，过来，还有啥物件？庄仔药啊。做食饭拢生意拢诚好。当时中华人拢讲一花二社三英情，花就是讲花坛，可见花坛有偌闹热。街路四界拢是上较流行的巴洛克式的建筑，经济一个好，酒家真济，暗时拢真闹热。这样就也有几点啊？你炒几间啊？你搞就大概算者，搞比者。加一间嘛，你头前这一边啊？6间。因为随着产业的转型，这款繁荣的景象已经消失去啊。当时上较闹热的街路，只剩杂货仔店加服装店。为无随时间消失的这阵，市场内面的米线、肉丸、肉羹，要依照古法用火炭煮的控肉饭，这传来好滋味。要法度好老花坛人哪食哪个回想过去这条街繁荣的景象。